咱常常听人伫咧讲，生的翘一边，养的功劳较大天。讲到即马要爱现大人生囝是真困难，请养囡仔是难上加难。今仔日就妇女团体召开记者会，讲即马顾囝留一停薪的津贴，会当领到的钱伤过少，而且申请制度无法度应付临时状况。回复政府就要赶紧来改革，莫互请养囡仔变做一件是需要牺牲的代志。母亲节进前，妇女权益甲相关团体召开记者会指出，即马请育婴假的留职停薪津贴制度真需要改革。目前的津贴是以劳保投保薪资的6成落去算，不过工会团体指出，投保的上限敢若45800，而且有真侪公司会抵保薪资，实际领到的数字敢若是咧处罚请育婴假的人。因希望标准就要提悬，会当领实际薪资的9成。会造成你实质上在育婴期间获得的薪资恐怕不到原来的4成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必须要在家庭经济跟养育小孩中间做一选择。这样的情况底下，家长的理性选择当然就是薪水低的人去请，薪水低的在台湾的现行的状况就是女性。妇权团体指出，男女之间的薪资有落差，本来就是一个问题。不过现行的政策是把这个问题搁再扩大，除了津贴的问题，要申请津贴的制度嘛是一个问题。以目前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它有几个大问题，就是第一个大问题是它一次请的时候必须要是6个月，这个挑战是我要衡量，我离开6个月之后再回职场，我会不会在职务上的被评价为比较不好。开记者会的团体呼吁，会使改以一工作单位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，安尼家长嘛较有法度应付亲像过去因为长病毒、临时停课等等的突发状况。调整津贴需要的钱，建议由国家来负担，会使考虑用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，解决财源的问题。记者郭碧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